菲律宾公布，甲中国伫咧仁爱暗耍起冲突的画面，翕到中国海警举炮头攻击，有菲律宾的海军镜头啊登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规定公立学校爱打圣经的10届海报，民团就认为讲学校无应该甲宗教牵做伙。日本富士山7月初一开始爱收登山费，入山口嘛装一道门管制，一天上侪4000人入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菲律宾甲中国6月17日咧南海仁爱暗耍起冲突，菲律宾今日就公布画面。在影片当中，中国的海警是举斧头、刀具、棍槌啊攻击对面的人，为一个菲律宾的海军镜头啊登去。不过，中国外交部是解释讲，是菲律宾迄边唔插主动硬装入去，才会起冲突。中国海警手举斧头，硬爬上菲律宾的船只，这是菲律宾第20公布的画面。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17日仁爱暗耍海域，拿弄菲律宾的船只，佮非法上船，造成几内人受伤。佮一个菲律宾的海军人员伫事故的时阵，大武攻击登去。中国外交部第19反驳讲，中国海警是依法对非法走入南沙群岛仁爱暗耍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佮公开4架中国船包围一架菲律宾小艇的画面。我想强调的是，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执意侵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不过，根据菲律宾官员的讲法，迄天菲律宾海军的冲击船要去仁爱暗耍执行补给任务。中国海警唔但用斧头、举刀啊、棍槌啊攻击因，佮甲箱仔内的8支 M4 步枪、导航设备甲其他补给品抢走，实在就是海惨。不过，北京方面有另外因的家己的讲法。菲方一再声称运补的是生活物资，但实际上一直在偷运建筑材料，甚至武器弹药，企图长期侵占仁爱礁。中国菲律宾南海主权的争议愈来愈紧张。顶礼拜已经有真侪菲律宾民众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抗议。This is also a message to China that just as we did in the past, we fought and won against our aggressors. We also stand now undeterred in fighting for, or in claiming and in showing that the people are united against China's harassment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菲律宾一只旧军舰塞拉马蒂瑞号，就调伫喺争议的仁爱暗耍。菲律宾的海军人员定期甲驻守人员报警，说几年摆互中国的海警阻挡。虽然塞拉马蒂瑞号已经成仙，不过伊还搁咧执行任务。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行为无负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19和菲律宾外长通话，讲依照美菲共同防务条约，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真坚定。北京嘛指出讲，中国的行为就是咧起诉，恐惊会引起大规模的冲突。日本甲法国嘛出声谴责北京，讲是新闻侵略被编译。罗西亚总统普京昨是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同意讲任何一边受到侵略的时阵，都会提供协助。这恐惊就会互南北韩的关系更较紧张，卖互乌克兰这场战争更较歹煞果。所以来普京是飞去越南，望会当破解西方的制裁。罗西亚总统普京过24天，搁一摆造访平壤，金正恩是热情甲欢迎。除了伫金日成广场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搁正罕咧看的伫现场赶2个人的大相片，另外搁准备真济草的宴会，含各种精心安排的暗会表演活动，充分表现对这个贵宾的重视。因伫会谈了后，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要作为防御外部的侵略。Подписанный сегодня договор 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том числе оказание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в случае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из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 우리 두 나라 사이 관계는 동맹 관계라는 새로운 높은 수준에 올라섰으며. 中国解脱即摆路条峰会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这2个国家是做伙互西方来制裁和孤立，为着夺位互相是愈行愈远。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罗西亚了后，乌克兰的战场就出现北韩的飞弹。南韩国防部讲，北韩对去年以来已经向罗西亚运送7000个装满弹药和其他军备的货柜。另外，平壤是对莫斯科这边得到粮食和经济援助。김정은의 입장에서는 외교적인 고립과
또 국제사회에서의 불량국가라는 이미지를 쇄신하기 위해서 互外界更加烦恼的是，两国伫咧签署共同防御的新协议了后，莫斯科有可能提供北韩需要的先进军事技术。未来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时阵，莫斯科嘛会插手来介入。另外，北韩是有可能更加公开帮助罗西亚伫咧乌克兰的战事，有专家甚至评估有可能会派兵。普丁伫结束北韩的访问进前，阁送金正恩第二台陆产的豪华轿车，两个人阁轮流赛车斗斗的，会当看出因的交情。We need to be aware of that authoritarian powers are aligning more and more, and they are supporting each other in a way we haven't seen before. 普丁受到来个转去越南，和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越共的中央总书记阮富中等人来举行会谈。双方拢表示讲，希望深化交流和合作的关系。专家分析指出讲，普丁这摆出访对抗西方的意思是真高，得表明西方的孤立政策无效，因伫亚洲共款有合作伙伴。公司新闻张回面编译。以下冲突造成反犹太气氛，法国就发生一件未成年的性侵案。一个12岁查囡仔去互3个查甫囡仔骂讲是垃圾的犹太人去互糟蹋，这个事件就引起社会愤慨，就街抗议。示威群众提无共款的标语，暗过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谴责反犹太主义。这12岁查某囡仔遭到轮暴过程真粗残，犹太社区真生气。根据警方消息来源，查某囡仔遭性侵的时阵，对方叫伊垃圾犹太人，佮问伊的犹太信仰甲以色列问题。Hormis le fait bien sûr d'être juif, mais en tant que parent, c'est quelque chose, c'est comme si c'était mon enfant. 这个代志也顶行规个法国政坛，总统马克龙查到伫部长会议表示，反犹太主义祸害咧威胁法国校园，佮呼吁学校针对种族主义甲受训犹太人问题展开对话，防止有严重后果的受训言论渗透到课堂当中。继右翼党派国民联盟领袖马林勒彭指控，基左派家所谓将犹太人污名化遐人，利用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以下冲突来丑化犹太人。基左翼的法国无库学党党魁梅朗雄也共款谴责反犹种族主义，伊伫这议题常常发表无较清楚的言论，互政治对手指责。伫政治光谱另外一边，基右翼的国家联盟党魁巴德拉是呼吁，加计为去年10月77以下冲突以来，增加法国的反犹太主义。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昨通过法案，规定公立学校爱搭基督宗教旧约圣经当中的十诫海报。这是美国头一个通过这款法案的州。咱先来看这十诫当中是包含什么内容？这十诫经过数千年的流传，是发展出真济版本。咱以基督新教来讲，是包含唔通敬拜上帝以外的神，唔通崇拜偶像，爱友好父母，袂使杀人等等，主要是劝人善良的内容。会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有民间团体认为讲这法案违反言论自由，而且学校无应该甲宗教也有政治牵做伙。有人反对，当然就有人赞成。赞成的这派是认为讲，十教唔单单是宗教规范，嘛是真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无应该甲禁。This bill mandates the display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in every classroom in public, elementary, secondary, and post-education schools in the state of Louisiana. Because if you want to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you got to start from the original lawgiver, which was Moses. 伫基督宗教流传真久的摩西十诫，源自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了后，伫今仔日的西南半岛流浪40年。摩西讲，伊得到上帝亲自启发，赐予伊10条诫命刻伫石碑顶。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包括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甲神教，拢有无共的10诫版本。不过大体上的内容包括袂当敬拜上帝以外神，也袂当崇拜爱豆，爱孝敬父母，袂当杀人，也袂当奸
人偷摕假造假证，袂当谈乱他人的家后甲财物。随着基督宗教流传各地十戒内容，也真做西方文明中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毋过像美国边缘联盟 ACLU 等团体认为，伫公立学校校园内采十字架、甲耶稣像，含展示任何甲基督宗教有关的图腾物件，拢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甲政教分离的立国精神。ACLU 已经准备提出诉讼，阻挡路易斯安那州这项新法案。赞成这项法案的民间团体，像法律咨询组织第一自由研究所，道主张十戒毋那是宗教戒律，而是有历史意义的物件。美国的天主教圣母大学法学教授贾奈特认为，所谓政教分离，无代表爱禁止展示十戒海报，还是十字架顶宗教信仰的图腾。因为反对法案的 ACLU 等团体，甲民主党真亲近；赞成法案的保守派团体，多数支持共和党。伫大选伫要到2024年，佫正做美国政坛的敏感话题。公司新闻七家真朋友。中国华北地区河北、河南甲山东这带，这礼拜预计是冲到44度，有可能会破纪录。其中山东是天气热，佫无落雨，农作物损失真严重。长手挽掉大连的树叶啊，甲吸一个落去的果子，山东济南高科的农民真艰苦。就是这个一点也买不着钱了，全都坏了。山东河北甲河南一带最近直直出现烧气，有关当局拜三才又发布甘蔗色的高温警报，有些部分地区这礼拜气温会到摄氏44度，有可能是6个上热的新纪录。高温搁可怕是农作物的致命伤。特别严重啊！不就是我从打记事就没打，就是我小时候记事时候，那是60几年，那个干旱从打那没说是跟今年什么旱，那个都下过雨，春天的都下过1次2次的雨，这今年就是1次没下。农民还讲今年烧气提早出现，倒流的时间佫特别长，伊的农作物有9成受损，损失特别惨重。佫其他的农民讲。高温已经来个月啊，互山东济南这个水库搭到大底，溪底嘛搭到闭开，农作物拢无水通好灌压，时到恐惊连小麦的收成嘛受到严重的影响。他得养了2个月，他那个鲁老虎这个复热40天，加上了伏前这一块都够热了。今年就是火炉啊，现在你真是火炉啊。另外，极端的烧气嘛，导致民生用水无够。目前华北的部分地区水道水每1日干那供应3点钟，当地民众真忧心，这亲像烘炉的热天，恐惊会真歹过。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一票落价就成真济外国观光客去日本游览，这就造成景点人伤济。虽讲各地管理单位就开始出招，要来压制乱象。譬如讲，上受欢迎的日本景点就是富士山，这山脚翕袂到富士山的所在，就人吵。河到屋顶就用这乌布甲景地扎起来，毋过这乌布游玩是去互游客乌一空。也若是要上山的人数嘛是真惊人。7月初一开始，除了爱收登山费，一个人2000块一票，好大票是410块。这入口嘛已经有装一道门来管制人数，一天上济时间内当4000人入山而已。所以讲，提醒咱有要去的观众朋友，都爱提早伫咧网络顶预约。另外，日本兵库县的国宝基路城嘛有真侪人要去，所以讲官方就按算要去外国游客门票钱，一群就要起4倍，一个人好大票是957块。一方面是要用介绍来压制人数，另外一方面嘛要使用这寡钱来维护基路城。也若是上尾这张图是比马湖边一座真水的鸟居，真侪游客会去欣赏。不过有真侪人是对对面边的白树神社参拜了后，就撞过对面边，撞过桥路去看鸟居，实在是真危险。所以讲，当地政府就已经按算要伫咧路中踩一个围栅，无爱互人过。所以讲，人政府是已经有出招啊，不过也是呼吁大家出门游览都爱遵守人的法规，才会当生活平安顺遂。用电钻加入施所好，日本山梨县的明德村地区富士山的吉田线登山步道头前装大型的插门，要应对7月开始的登山人潮。
挂号日本新山的富士山，逐冬夏季拢有真侪为全球来的爬山游客。也毋过过去几冬来，观光客伤过济，造成世界拢本数。自然景观受到破坏，再状况互当地居民真困扰。为了改善观光的品质，当地山梨县的政府决定为7月初1开始，限制逐工日山的人数上最4000人，而且爱收一个人登山费用2000日票，差不多大票401。今までなかったから、これで1日登山できる方々の人数が減ってしまうじゃないかなと心配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でもそれはそれでしょうがないと思うし、私去年の9月に登ってきたんですよ。でとても混んでましてこんなに混んでるだと最初から分かってたらもうちょっと1年2年。山梨县知事长崎信太郎嘛，伫19到新的查门宣导新的规定，佮特别示范有约爬山游客爱报道领爬山的手环，佮挖扣手环通过查门行去登山步道。而新的查门会伫下晡4点到过顿港返点3点之间关起来，互无经过登记有约过暝民众无法度落山，防止想要伫暗时爬去山顶的游客冒险爬山，造成发生危险。この全ての取り組みの目標というのは、国内国外関わらず、ここ富士山を訪れていただく全ての皆さんの安全の確保、そのために場合によっては若干。登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というお願いも。另外，对于爬山的服装，某职员伫查门进前，可能服装想过凊彩民众唔通爬山，以免天气熊熊改变，无法度冻寒发生危险。虽然新的规定为7月开始实施，会当缓解过度旅游的状况，也毋过当地居民甲店家嘛烦恼，可能有爬山的人为无共的路线进入富士山，到时阵山顶游玩人真济。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益。英格兰南部出名的历史景点旧照镇是去互环保团体乌白喷漆，因的目的是要求英国政府都要停用化石燃料。环保团体就强调讲，因喷的漆是用环镁粉做的，落雨了后就会呛掉啊。不过科学家也是真烦恼，讲这块石头会受到破坏。Oh my God! No! No! Hey you! Hey! 两个男主就有成员向阳冲向旧照镇喷柑仔色的物件，现场游客看到这个5000年历史遗迹，这一幕拢岩去。21岁古典大学学生林奇，甲73岁普明汉来奈拄被逮捕。英国气候运动团体拿出照球表示，安尼做是为要求下一届英国政府2030年之前停止开采甲烧石油天然气甲涂炭。英格兰卫生委员会发言表示，发生这代志，互人真无舒适。不过，旧照镇悠然保持开放，也未影响一年一摆的夏季节活动。首相苏纳克谴责这是考体的破坏行为。工党党魁舍凯尔表示，这互人真愤慨，拿出石油真可悲。拿出石油表示，干了是环镁粉落雨队冲走。考古学家麦克皮兹认为，石头表面所附的地区生态真丰富，而且是为史前时代到即马，尽管一切都爱孤单全面性的研究，石头表面任何破坏拢会引起真大的关注。拿出石油为现实诉求，常常将重要文物、技术展览品或者是大地标，正做抗争工具，经过破坏梵谷木材大文西作品，常常拢受破坏，要成员把伫伦敦街道龟速游行扰乱交通。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英国7月初是要大选，即阵是出现头一个 AI 候选人，是基金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用家己的形甲声来打造的。公司会当24点钟变休困，随时为民服务。时到若真正当选，这个董事长嘛讲会当代表 AI 进入议会做代言人。人工智慧伫生活应用愈来愈快，就算是伫7月初4举行的英国大选，即马也出现全球第一位 AI 候选人。AI 史蒂夫是由一间科技公司利用董事长史蒂夫恩达科的声音甲虚拟形象所打造出来 AI 候选人，希望会当今年冬天24点钟所集整合民众的意见。would mean we have better policies and policies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That is exactly our aim. That's exactly what we see as the future. We want democracy to be reformed. We want people connected to their MPs
because current system is broken and not working. 创造 AI 史蒂夫的科技公司表示，伊会当同时进行达到100个对话，而且完全唔免休困，选民随时拢会当甲伊互动。AI 史蒂夫会将建议甲请求记录落来。 将这声音带入国会，为亚线政党斗争的选民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史蒂夫表示，若顺利当选，伊会代表 AI 进入议会。也毋过，这只是作为大家庭的角色。选民对这款的创新举动看法真无共。It's quite wacky.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new, and it's nice to see some innovation, I suppose. And it's probably more likely to hit people my age. AI and politicians, I guess, have the one thing in common is they can't be trusted, either one of them. So it's interesting to use the technology, but we also need trust and transparency, and I don't know if that's going to necessarily be built through AI. 史蒂夫捌伫2002年代表保守党参选议员，也毋过只得到487票。伊强调，家己的观点甲政策一定会甲 AI 史蒂夫有所无同。也毋过，伊会根据 AI 史蒂夫表达的选民想法，伫国会进行投票。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瑞士有一间幼儿园引进机器人脑来陪伴囡仔，做因学习的好朋友。咱做伙来看。 今日学校看到一台正细台机器人，甲囡仔直直拍招呼，囡仔看到了，拢正好奇停来看卖咧。Salut, je m'appelle Nao. Je suis heureux d'être aujourd'hui à la nanosphère. Je suis parti de ma planète il y a quelque temps déjà pour venir à ta rencontre. 因有一个查某囡仔看到机器人竟然会讲话，惊一个甲爸爸的腿摸条条。 Je me réjouis de faire ta connaissance et de pouvoir échanger avec toi dans les semaines à venir. Je te souhaite une très belle journée. 这是瑞士洛桑区一间幼儿园，今年1月开始引入这种幼教机器人。专家认为，科技发展愈来愈紧，即卖囡仔因大汉了，甲机器人互动的机会，可能就亲像咱即卖用智慧型手机共款遮尔普遍。所以，这间幼儿园就引入这种机器人脑，甲囡仔做阵互动学习。Est-ce qu'il vous voit par ses yeux? Oui. Avec les yeux, je peux vous voir. Avec les yeux, je peux vous voir, il a dit. 因为脑只个那58公分悬，为着要互囡仔甲脑互动，老师甲机器人踩一个桌顶，甲囡仔交流。Je suis un animal avec un long cou. Qui suis-je? Je suis une girafe. C'est juste? Wow! 幼稚园的业者讲，虽然脑袂诚济幼教老师，也毋过互脑诚济囡仔的学习伙伴，会当有效引导囡仔正确的观念，进一步接受机器人互因的观念。伫咧实施机器人甲囡仔互动教学了，家长也认为袂歹。Non, mais je trouve que c'est un bon moyen de complémenter et de faire progresser les enfants sur les nouvelles technologies. Et pour un éducateur, une éducatrice, voilà, il l'a répété 25 fois. Et peut-être que l'aide qu'on verra à travers Nao, c'est que venant de quelqu'un d'autre, avec l'effet surprise aussi, les enfants seront amenés à manger plus facilement les légumes. C'est effectivement les utilisations qu'on prévoit de Nao. 这种由法国机器人公司所研发的脑机器人，2008年上市，伫咧记忆体内面的白马程式愈来愈扩大了，就开始进入幼儿园的试点计划。伫脑甲囡仔互动的过程中，拢有相关学系学生伫边仔提供脑正确的答案，互脑诚济囡仔眼中的万事通，也变做正亲密的好朋友。按算未来脑将会诚济幼儿教育内面引导陪伴囡仔的角色。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